各位在网络平台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的礼拜开始，愿我们用一颗敬畏的心来一起来敬拜神。平安才刚刚过龙，你这个不还能大，咱来其他都更他说能大，那么这好意。马丁遇到过，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好，唱2遍半。求你为我。
慈悲爱我们健康的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和渴慕的灵，并预备好自己参加今天早上网络直播的主日礼拜。因为新冠病毒的缘故，使我们的生活起居有了不同的变化，教会的聚会没了，团契的聚会也没了。但这不影响我们爱主的心，我们仍然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来兼顾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彼此祷告代求，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团契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愿神你特别祝福在线上一同礼拜的弟兄姐妹们，并恩膏你的仆人，透过圣经的教导、属灵的感动，使他说出的每一句话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人，使心灵忧伤的得安慰，有病的得医治，被捆绑的心得到释放。听祷告的主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如satu hari Miasi kita turun kapan？好，我们用母语来念。来，我们念以kakarayan tanay maahmer ko ika pangsano ngalan Isu. Patalian ko ikuanan Isu akitaki. Palacian ko na hawasuan Isu kini di karano matia di kakarayanay. Pagkailan kami tuno aniyay sa kaulit niyam. Tuulan ko raraw niyam. Matia o ipiyakun niyam ko pararaway di amyanan. Kailan kami itu sagat sa awal sawit niyam. Paulitan kami apalias na ipatihay. No kami kunay. Ucit selai Isu pinapos. Amen。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周报。如satu hari dengan kita周报大号。你下个礼拜我一样有一堂9点30分刚。你Pati Masai有牧师你是kayak di Susuli指示摄影堂长发好，比如刚才进行指示投影片徐思莹一共关牧生池州长老及张美花。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会在5月15号礼拜六经过我们长执会的决议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提升这个警戒第3级，本会配合室内集会5人以下的限制各项的事项做一下调整。第一小点暂停我们的实体的礼拜上以6月6号主日到6月6号主日那在这中间我们都是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请弟兄姐妹们下载那个我们樟树教会的那个脸书第二小点教会的各团契聚会，周3的家庭礼拜，还有这个周5的祈祷会都暂停到6月8号为止是这个疫情中心发布在做任何的一些行动的变动第3小点，在防疫期间的奉献方式请这个弟兄姐妹自行到教会投到这个奉献箱。那个小的奉献箱周间
可以来。早上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前长老那个刘长老，他会在教会做清洁我们会开着，所以可以过来做奉献的动作第4小点本会如今这个作业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暂停。第2点防疫的期间，请这个弟兄姐妹做好健康管理，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开车的话2个人以上都要戴口罩，1个人是没关系所以你出门最好是都戴口罩那在个人的灵修上生活中我们要亲近上帝，时时为我们台湾疫情代祷利用电话或通讯软体跟家人互相联络不要说我要去哪里去看我的家人上花莲、新竹或者高雄发生不要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动另外肢体消息的代祷部分继续为年长者、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求主赐信心、能力胜过难处住院的苏建龙徐清宝简长老、周阳的周月霞、吕莹妹、郑丰荣、林素云、胡秋花、曾彪妹、朱美妹、肖正基、朱陈金宝、江美玲、高翠云、张明文、林真金、高来成、张怡珍、黄美妹、李爱玲、林金德、林阿章以上透过我们中间个人的灵修或者是祷告，我们一个一个来提名，通过我们的祷告，愿神祝福他们。本周的经文我们读一下，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的，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雅各书3章10节。lulus satu hari yang kita bukan susah pada tak session minta ini kalau hai katakan Yakub 1 sebab itu sir masa ini sebab sir 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的圣经雅各书3章7到12节我先用华语来念，之后我再用母语来念。Asa mga anay ito aatupan ato ayam ato manapiyay isra ato maumpay iyari mapiro no tamsaw paminanam sorinay mapananama ito no tamsaw kunini makmin ikaw rira ay ko makapiwa ay tamsaw paminanam ko suma tawani sa ay ko mga puot pakihay sinira. Matulungan sulo mipa kaya ito tamto sawara sinira. Usama ko sabi pahamad kita ko tapa waha ta'i kakalayan. O rumah satu usama ita ko sapi berkat kita tu mipa hijian kawas tu direm ningrama di sana kamsau buyanan tu ngonyos kita tu sapi pahamel atau sapi kat kita saling kakak aku saai ka maai
Makira ko nama kita sa ay ka sasa ko usanay nanong ato angray nanong tuyanan nem saling kakaaw ako sa ay ko tachihachi ko sukun akiram dochi no ori kuruma sato sa ay ko tachihachi ko marisusok to tachi no sukun Alexsa tununi sa ay ko mama sasa ko usanay nanong kahjir nem上。接下来，牧师所要传讲的讯息是言语上的虚伪。我们恭请牧师。各位在网络平台前面的姐妹弟兄们，在座的同工，大家平安。今天早晨是我们教会第2次的网络直播的主日。当然因为疫情的缘故，刚才长老他已经在祷文当中有稍微提醒过我们，是在疫情当中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也许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改变，也许我们很多的事情也无法去完成。不过肯定上面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的教会不放弃任何一个聚会的机会，所以教会就决定在每个主日就用这个时段上午9点半到周五12点钟来进行用3C 这种科技的产品来进行教会的网络的直播的拜。所以恐怕各位当然会有些不习惯，因为通过荧幕并不是很真实的实体的情况。不过求神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13节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感到满足，并且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及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在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彼此互通的。那么不论你的不干涉的，就像都努力的网络直播，还有努力的当然说手雷都还有比那爱努力的那。在跟他那比较在看高一点有把别人不给该那apakah itu tak alifung sebenarnya hawi na anyarok minta tak minta patalau matengan alifung misalnya kata sedekah nanai pak ini itu di 网络电脑hawi pateng kita makai kuliah kita sebut. Nana kalau jauh kapur kita saya itu minta saya kemapulong hadirin minta rumah satu hawi nanai nana mana minta kuliah mungkin kita saya kata aku apa terus toko kuliah alifo hananai di Taiwan sedekah karena saya di 6月6号kopi能努力的dunia 网络直播的还是那个不弄ada yang lakukan saya satu努力的nanti saya pakai bisa mengahai supaya aswar努力的想要的alumanai atau 50。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是言语上的虚伪，这是进入到雅各书的系列第14讲，我们要在雅各书的第3章7到12节来分享今天早上的这段信息。现在这位弟兄们，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虚伪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这个短片，我们可以想一想通过这样一个短片里面的这个呈现的方式说话的、讲话的这个某一个个体，他说的话是真的吗？唯一可不可以请你把那个滑鼠点在那个鹦鹉学人讲话那个字体上面它是会呈现在那个荧幕里头，可以把它放大吗？谢谢你。好，重启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谢谢。谢谢这位弟兄，这是鹦鹉学人讲话。从这段影片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没有？其实鹦鹉被人类驯服了，他们所说出来的一些话，是真的吗？恐怕这是我们在今天早上一起来去思考。无独有偶的，在教会隔壁，往那个邮局的方向的左手边，有一家就是维修车子的一个修理厂。这修理厂前面他就放着一只鹦鹉，大概跟这个荧幕上面这个鹦鹉是大概是黑白色的，黑色黑白色的一只鹦鹉。回去到那家他的隔壁店是卖粥的一个店面不是每回去那个地方但是鹦鹉都很有礼貌，就向着我，你打哦这样子 ，Hello 你好这样的话。那我去到那边我也跟他说 Hello 你好，可是先生总是很不踏实，为什么？他真的是跟我讲你好吗？还只是说因为这个主人在长期的教导之下不知道也练习过了100次1000次，还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可事实上听出来之后真的很不真实。请弟兄们，各位知道吗？像鹦鹉，它其实也是一种猛禽类的动物，可是却被人类驯服，对不对？会讲话，会唱歌，甚至会跳舞让他们可以听从人类的指挥说几句人的话，好来娱乐许多的人。可是有趣的是，各位知道吗？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在大多数的动物跟人不同的是什么呢？人的舌头其实是非常难驯服的，非常难制服的。雅各书3章8节提醒我们他说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书3章8节提醒我们说，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舌头停不下来，一旦我们要讲话，舌头总是会蠢蠢欲动，要讲很多的话，甚至有时候讲的，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对不对？成语有一句叫做“言不由衷”。什么叫言不由衷呢？其实就叫场面话，叫客套话。有些时候还会讲虚假的话，为是要为了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还有点舒服。可是现在姐妹弟兄们，事实上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放任我们的舌头。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放任我们的舌头。就像在上个主日跟各位分享的是，舌头有3个特征：第一个是小而大，第二个是大而恶，第三个是它是恶的源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舌头的本质是邪恶的时候，它同时还很大的杀伤力。现在姐妹弟兄，我们的舌头是大而恶的，而且是恶的源头的时候，这个本质是邪恶的，而且杀伤力非常大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实让我们常常会遇到坏带给人其实有很大的伤害。虽然是如此，现在姐妹弟兄们，雅各很强烈的提醒跟建议我们，当我们已经理解到，甚至知道舌头它是恶的源头，好像是恶的毒气的时候，是不是好好想一想？我不清楚3个主日一直到这个主日这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既然已经学到了怎么样去控制舌头这件事情，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要不要好好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有好的分享与对话？还是我们仍然像我们以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喜欢说什么，我们就把它讲出来，甚至在说话的当下，就把很恶毒的话把它讲出来，以至于造成我们家人的受伤，心里实在是很大的不舒服。甚至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话言不由衷。
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不再继续？按照雅各提醒我们的，我们就不再继续犯错，省察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话当中得罪人，也得罪上帝，不是吗？就帮助我们在我们好好思考完了之后，就能帮助我们去坚持来做改变。特别在疫情期间，现在姐妹弟兄们，这3个主日，在信息的结束的时候，有提醒我们，疫情期间有很多时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我们的家人来相处。是过去我们曾经跟我们家人来相聚，可是我们却不会相处，好好的相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不单是相聚在一起，我们也要好好相处，透过我们好好的说话，表达我们的心意，以及让我们可以从跟家人相处过程当中，知道我们家人的需要，以及透过彼此互相的帮助，来满足家人。特别在上个礼拜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些的新闻告诉我们说，特别有个明星他就想说，为什么教育部要做这样的决定？是要让小朋友一直要到5月28号才开始恢复上课是吗？停课不停学嘛。有些妈妈们，他们简直抓狂了。为什么？过去还没有在停课的时候，他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可以花力气在工作的职场上面。可是，一旦教育部国家颁布了这个必须有大概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要待在家里之后，哇，整个家庭乱糟糟，甚至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话。结果网上排名说，有个妈妈就讲，目前她在跟家人相处上面最大的不满意就是教育部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让小朋友回到家里面自习？你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孩子。原来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态度是这个样子，非常的不舒服。现在姐妹弟兄们，疫情期间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好说好话，让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舌头，而且不说虚假的话。同时，我们应该做一个基督徒，同时我们也应该来呼求我们怜悯的上帝，帮助我们的舌头可以把它控制下来，就让我们可以说出好话。否则，我们就会像雅各提醒我们的，在3章9到12节所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1到12节告诉我们说，泉源不可能从一个眼里可以发出甜跟苦的2样水。换句话说，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舌头也不应该同时发出美善跟咒诅的话，不是吗？也许雅各的想法是这样：发出咒诅的舌头表明我们的心根本就没有被耶稣的爱充满。更进一步来说，很可能我们心中并没有上帝，很可能我们也记不住上帝的话，在圣经当中的话，很可能我们并没有上帝的同在。怎么可以从我们的舌头、从我们的口里面说出又是赞美又是咒诅的话出来？就像一杯水，它里面这杯水可以同时可以放甜水跟咸水吗？味道实在是太奇怪，当我们喝下去的时候，不是吗？以至于雅各很诚实的、也很严肃的提醒我们说，舌头真的是难以驯服。那我再次读雅各书第3章第7到第8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可以在网络
平台前面一起来看圣经，请来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现在这位弟兄，让我们再次想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制服、训练一只狗，让它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动作，甚至我们可以驯服一头看起来很笨拙的大象，让它可以跳舞，让它可以走一些的我们预备的一些游戏。我们也可以让老虎好好听我们讲话，甚至我们可以坐在老虎狮子旁边去摸着它的毛。更有趣的是，我们甚至可以驯服鳄鱼，让人的头可以趴在深入到那个鳄鱼的嘴巴里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让很多的人可以进到海洋公园里面去看海豚和海狗的表演。其实，弟兄们，这就是猛兽，是吗？却被人来制服、驯服。可是有趣的是，各位知道吗？现在这位弟兄们，人类可以驯服凶禽猛兽，可是人却无法去制服、去驯服9公分的舌头，这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怎么回事？在最近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各类的新闻的媒体，都是在网络上面针对名人或针对一般人所敲打出来的一些讯息，这充满了很恶毒的话，是吗？充满了毒气。尤其现在我们的政论性节目已经变成综艺化之后，现在我们的政论性的谈话性的节目已经变成娱乐性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的邀请的贵宾们，我们所谓的名嘴，他们是极其所能的发挥他们的3寸不烂之舌用很情绪性的这种言语来煽动、煽惑群众，甚至带来很大的恐慌，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在网络上面散布假消息，让台湾国人感到很大的不安跟焦虑。昨天看了新闻之后，疫情中心不是公布了叫做回归，校正回归这个字吗？请问各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校正回归，于是就有人大做文章，政府真是太坏了，太恶毒了，怎么可以这么做？怎么可以把那个数字隐藏起来？怎么可以盖牌起来？明明就700多例，怎么可以说校正回归之后，那400例就不见了，只剩下300多例了，就是确诊的国人。甚至有人在骂政府说：“哎呀，怎么可以做假账？这不是让国人更加的害怕吗？怎么可以把那个真正的数据把它隐藏起来呢？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创造性的语言叫校正回归呢？”这位弟兄，如果我们真心的去听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所说的话，其实我们大概都可以听得出来什么叫校正。所以我们不愿意听，我们只愿意快快的说，我们也说了一些不由衷的话，我们甚至说了一些伤害的话。弟兄们，人的舌头就是火会常常带来很大的破坏。人的舌头不仅像火，而且也好像毒蛇的毒气一样。不仅新约、圣经
雅各这样提醒我们，就连旧约圣经在这一上也是这样讲。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箴言26章20到21节。起来，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好增进的人，山祸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另外，在箴言13章也这样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现在姐妹弟兄们，这两处旧约圣经箴言，无论是26章或是13章，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应当要好好控制。我们的舌头应该是要说好话，不是说虚伪虚假的话。让我们再用箴言的另外一处经文来提醒我们。箴言16章24节，不许浅白，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现在，请问弟兄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好的话，就好像一个非常甜的蜜一样。当我们尝了之后，不仅让我们的嘴巴感受到那个甜的味道，而且甜到我们的心坎里，甚至我们骨头里面的骨髓的毛病、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好的一句话，带来那么大的功效。使听的人内心都觉得甘甜，得到医治。就好像上帝的话也将我们读的人在属灵上跟灵性上强健一样，是吗？就在帮助我们，特别在疫情期间，除了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对话，除了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求神听我们的祷告之外，至于我们的求神再次要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当跟我们的家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用好的话，用祝福的话，是一个真心的愿意、诚实的诉说我们内心的话，这样的一个态度面对家人。同时，也求神帮助我们，不一口两舌。不一口两舌也是雅各在第3章很重要的一个提醒。9到12节这样提醒我们。这里有点小，我们可以参考我们手背上的圣经。新约雅各书第3章9到12节，可以我们一起来用新标点和本来读它。请来，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亲爱的几个弟兄，雅各在第3章9到12节的提醒，是责备基督徒不要做一口两舌的提醒。雅各很严肃地提醒我们，不应当用颂赞神的咒诅，不应当这样。我们就是这样，不是吗？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这个基督徒礼拜天来做礼拜，这些年来的观察好像是这样子。我们的舌头在礼拜天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钟，教会的结束，聚会结束之后，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9点半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拿我们的舌头来祭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拿我们的舌头向我们的上帝来唱出赞美的诗歌。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
来读上帝的话，我们也用我们的舌头来祷告，甚至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说出平安的这样的字句。可是有趣的是，当12点一过之后，教会聚会结束了，我们走出去，我们坐上我们的车，我们的家里也坐上我们的车，我们就开出去，开到回家的路上。很可能我们在路上跟我们的老婆、跟我们的先生、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去争论中餐等一下到底吃什么，而且在争论的过程当中，说出很不客气的话，甚至不同意家人所提出的那个要去前往去吃饭的餐厅的地方。很多时候会不会我们也大谈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听到的一些八卦的消息，我们会不会因为疫情的缘故大骂政府的不是，是大声的讨论那些名嘴的傲慢？今天弟兄们，如果是这个样子，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的舌头竟然可以很迅速的转变我们所说出的话题。前1分钟，甚至在前30分钟，我们的舌头还说着感谢赞美主。下1个小时，下1分钟，我们的舌头却说今天那个谁真是糟糕的可以。现在，弟兄们，我们一边颂赞上帝的恩典，可是转过头来，我们却可以马上开始咒诅其他的姐妹弟兄。雅各在3章9节这样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如果我们真的无法控制我们的舌头，那么我们就将被舌头所控制。这是我们在读雅各书从第3章第1节一直到12节的过程当中，雅各很诚实的、也很谨慎、严肃的提醒一句话：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舌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说话的方式，我们就将被我们的口、被我们的舌头所控制。Ano man ay kita imerto sema nguyos na hawi, sasasoran na hawi. 控制有sema kita salikaka, kalau kita salikaka pulo, nakonan na gusto kita nakonan na gusto sema kita. Sa ay ti alman ayat na alman haleluya na salikaka sa ay. Saya di ayat salikaka bisa asa kita amintulod, bisa asa kita pahaman patsakato, sa pahaman malatiyo. 这在爱。Napanood nila gusto nila sa ibang tulong. Wala gusto niya po. Isa siyo sa paghahan nila hay kita hawi tolmak, kita hawi dilipan dan melalan hawi. Ang saat itu semua nila hawi. Arakat mapasata untuk hawi rai. Aswal kita sa mereka. Keter kailan dan semua cima. 亲爱的姐妹弟兄们，那么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心，回到神面前，而且检查我们自己，在说话之前，要有些思考，去多多思考。中文有一句话这样说，这句才叫做“三思而后行”。怎么做呢？有一个英文字可以来帮助我们去思考今天早上的信息。
雅各提醒我们说，不要用舌头来说出虚伪的话。我是不是要求上帝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去多多思考？说的话应该是赞美、肯定的、鼓励的，使人听了心觉得非常的舒服。这句话，这个字叫做思考 ，T-H-I-N-K， think。我觉得这是在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自己在准备过程当中，会去查考一些的书据，就发现这个字很有趣，因为这个字 think 思考，可以把它拆开来看，它有 T-H-I-N-K 这个字，第一个 T。Is it true？ 就是我说的话是真实的吗？第二个 H，Is it helpful？ 我的话，我所说出来的话对人有帮助吗？第三个 I，Is it inspiring？ 我说的话能够鼓励人吗？第四个字 N 是 N，Is it necessary？ 我说这些话有必要性吗？第五个 K，Is it kind？ 我说话的语气是仁慈的，是亲切的，是温柔的吗？亲爱的弟兄们，我再次来复习。我说的话是真实的吗？我说的话对人有帮助吗？我说的话能够给人鼓舞吗？带来鼓舞吗？我说的这些话有它的必要性吗？我说话的语气是仁慈的，是亲切的，是温柔的吗？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大卫，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圣经诗篇52篇第2节、第3、第9节，我可以真实感到大卫对雅各今天的这些的提醒，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大卫用他的口来宣告神的管教，大卫用他的口来宣扬神的美善，大卫也用他的口，用他的舌头来感谢上帝的作为。特别在第2节跟第3节，当人们用非常恶毒的话，好像蛇的毒气，那个恶物的毒气所说出来攻击的话、批评的话的时候，他这样论述，他会这样说。第2节，可以我们一起来读不论是在教会现场的同工，或是在网络平台的姐妹弟兄。第2节，请来，你的舌头毁灭别人，像锋利的剃刀，你不断的制造是非伤害。第3节这样说，你喜欢邪恶，厌恨良善，你爱虚伪，我爱真理。第9节这样说，上帝啊，你的作为我永怀感谢，我要在你的旨意中宣扬你的美善。姐妹弟兄们，大卫事实上已经示范已经做好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刚才这个字 T-H-I-N-K think， 那么真实感受到大卫在诗篇52篇，当有人说出恶毒的话向他的时候，当有人用非常强烈的用的批评批判大卫的时候，大卫反而用他的舌头，用他的口去宣告上帝必管教，他用他的口宣扬神的美善。大卫用他的舌头来感谢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这3个很重要的提醒我大卫，他说的是真实的吗？他说的话会带来帮助吗？他说的话给鼓舞人吗？他说的话
必要性啊。他说的话是带来仁慈、亲切、温柔。亲爱的姐妹弟兄，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去学习了2次演讲的雅各针对舌头、针对口、针对话语的提醒。会结束今天聚会礼拜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在我们的日常里头，我们把它实践出来。都知道吗？一个人的舌头会显露出一个人的真实的人生，因为一个人的优雅、出世、尊贵、低贱，都是显露在他的舌头。一个人说出什么样的话，就他心中所想的。说出文雅的使人舒服的话，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说出恶毒，好像利刃一样，直指人心，去杀人伤害。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愿我们的口，愿我们的舌头，不仅是顺从圣灵的道理，我们真实的让圣灵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同时让我们不说不诚实跟虚伪话。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出于爱心，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是圣洁的。属神的儿女的基督徒们，更是要在言语上面活出圣洁，甚至我们应该在属神的性质上面跟神一分，不是吗？所以雅各强烈建议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舌头，让用我们的舌头来颂赞上帝，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习用舌头来代替为我们的仇敌来向上帝的祷告，求上帝宽恕跟原谅。我们是拿来用我们的舌头、用我们的口来咒诅、来诅咒。亲爱的姐妹弟兄们，雅各的这点建议，实际上是提醒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家庭，或是在工作场所上面，都是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话、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成为一个滋润人甜水的泉源，这样才可以荣耀主，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再次来唱这首诗歌，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我们要谢谢你的怜悯跟你的慈爱。主求你同在，主求你继续怜悯跟恩待我们。主上帝，我们真是希望我们所听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得到吸收，可以得到消化，甚至可以长出更美的果实出来。主上帝，也许在长出果实的时候，我们有听到，没有吸收到，可是同时，也可能会有许多风吹雨打，叫我们几乎长不出来。甚至长得是更苦毒、更恶劣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主，我知道你喜悦我们的心可以表里如一。主上帝，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的口所讲的，真正表达我们心里的话是什么？因此，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愿意我们的心是良善的。主，我们也想我们的舌头所说出的是造就人的好话。而主，求你帮助我们警戒我们的生命，禁止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可以建立好的生命、好的口，同时也可以建立别人的生命。而亲爱的主上帝，帮助我们，求你羡慕我们不会破坏别人的生命，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有这份忍耐，有这份禁止的力量，使我们所说的话不仅赞美你、歌颂你荣耀，同时也可以成为好像一个蜂蜜一样，使人听了感觉到非常的舒服。主，愿意听我们说话，就看到我们我们背后的那位上帝，他给予的恩惠，跟带出的果效。所以求你祝福，不仅在今天早上在教会聆听你话语的姐妹弟兄同工们，甚至主求你继续恩待，帮助在网络平台上收看收听教会直播的经常的网络礼拜的信息。帮助我们舌头如果不好好管教，就会绊倒我们，同时也会自己遭受到很大的损害、损伤。可是主，如果我们可以善用造就人，就可以使自己得满，就可以使自己满足神你的心意。当我们好好学习、好好付出、好好说话的时候，一定可以使自己的灵命增长，以至于成熟成圣，带出好的话语果效出来。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教导。求主来祝福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奉献。现在亲爱的在网络台前面的姐妹弟兄们，正如刚才教会的长老陈志明在报告的时候所分享的，假如你有这份感动，你可以在每个周期的每一天的上午，可以将你的奉献给到教会当中，交给我们的清洁的我们的同工。或者在下午的时候，不是也会在教会可以把你的奉献一起把它收下来，一起交给教会同工，成为教会生活上面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奉献。
果他们来阿爸修罗，可能单单阿弥陀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切所需的。当我们不满足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在这世界上的角落，仍然有着贫穷困苦的人在生活。愿神的话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使我们不偏离主行。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下，我们看见护理师和医师的付出，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依然要为患者来服务。这无私的奉献，可成为我们的借鉴。愿神你恩待这些医护人员，以及为教会奉献时间、金钱、才华、才干，和在背后流泪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愿神你祝福他们一切平安健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结束这今天早上的网络直播的礼拜，圣灵圈的交通感动。